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今年过年9天的年假，高雄的人潮是滚滚滚。高雄灯会开幕的第一天，就来30多万人，比去年加1倍以上。伫个花边摆摊的摊贩是趁钱趁爸爸。整个大高雄市的上款人潮甲买气，拢比去年加出2成左右。 闹热的高雄金银河灯会一开幕，人气就呛呛滚。这花边的夜市咧，真正是人客人，摊贩嘛非常无闲。煎排骨酥是一包一包刷咧卖，一天卖超过70公斤。对下晡2点开始，到暗时10点，拢无通休。好，差不多4、5成有，差不多3万左右。高人多都拥有舒服的所在，这间臭豆腐店被民众抱上网讲，一份50块臭豆腐分量真少，泡菜敢若放1、2片。头家伊讲，可能昨天太忙了，然后工读生也是第一天来上班。虽然年假结束啊，不过基顶也是真闹热，每一个小食摊生意拢袂歹，头家笑眯眯。有，是生意多2成。 春节9天的年假，高雄有够侪人的，这各区的景点拢有真侪游客。埔里地区假期吸引超过70万的游客，正为车山基地道路嘛破5万的人次，创历史新高。来这坐运有超过37万，另外坐轻铁嘛有4万人次，拢打破同时期有史以来纪录。大概平均好偌济？好超2成以上。 大高雄相关人潮平均是增加2成以上。市府的统计，高雄灯会第一天参观人次34.6万，比去年26万人次成长33%。对于交通运量甲景点人潮的数字来看，今年高雄的春节真正是有够闹热的，嘛，互店家甲摊贩趁甲油细细。